陛下，是什么人呢？下手如此狠毒。微臣失职，陛下受惊了。基蒙王子受伤，臣罪该万死。你不必自责了，尽快缉拿刺客。一凶犯被抓，另一疑犯已逃匿，现正全城戒严抓捕。那就即刻审问，捉拿余党。被抓凶犯已被甘友杀死。什么？让甘友给杀了？谁让他把人给杀了的？陛下，那查清楚这个人的来历了吗？现已查明，死者是志荒的长子，叫志宝。志荒的儿子。派人去把志荒他们全家都抓起来。姬朝殿下已派甘友去志荒家抓人了。让甘友去抓志荒，你怎么也不阻止啊？这甘友能抓志荒吗？哎呀，你亲自去，把甘友和志荒全给管着抓起来。诺。王儿啊，你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！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马童，你确定刚才看见师傅了吗？确定，我看见师傅就坐在台上。刚才刺客行凶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人都散了，师傅在哪儿啊？坏了，庚桑楚刚才与那个人厮打起来，现在怎么也不见了？是不是回客栈了？童心姐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咱们先回客栈吧，看看庚桑楚回没回去。好吧。父王，儿臣失职，没能照顾好姬蒙，对不起父王，对不起姬蒙，儿臣无言对父王。起来吧，事情查清楚之后再做处置。谢父王。你们都出去吧。陛下保重，父王保重。这庚桑楚没回来呀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马童，你去问店家，看没看到庚桑楚回来过。师傅在台上。童心姐，店伙计说没有人回来。哦。这倒好，师傅没找到，这庚桑楚又丢了。马童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真的确定师傅在台上？哎，咱们从小跟师傅一块长大，我不会看错的。难道这知荒老贼畏罪逃跑了？走，去甘友府。
诺，走来。是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王子？今天之事已经非常明显了，乃王子朝。什么？姬朝和姬蒙同为王子，他们是兄弟，怎么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、悖逆人伦之事呢？唉，师叔，我入朝为官这么多年，朝廷中是是非非，官宦之间尔虞我诈，王子间为争夺王位血雨腥风，我是看在眼里，忧在心上，无可奈何呀。难道大周礼乐竟然崩坏到如此地步？师叔，您刚刚步入仕途，尚不知官场险恶，宫廷无道。您既入周朝，想必不久就会有人来拉拢你，让您入他们的势力范围。您可要小心呐！我虽有所预感，却不料事情竟来得如此迅猛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师叔，您早些休息吧。长虹告辞了。今日发生如此大的事情，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呐。我知道了。单司马，人已带到。请他进来。诺。进来吧。快给单司马行礼。在下更桑楚拜见司马大人。免礼免礼。你抓获刺客有功，我要将此事上报天子，嘉奖于你。多谢司马，我只是碰巧赶上，无需奖赏。你是哪里人呢？我从陈国苦役过来，到这儿寻找一个人。哦，找什么人呢？找我的恩人，老子先生。找老子先生？是不是陈国苦役取人里那个老子先生啊？正是，正是。你也知道老子先生？找老子先生，好。今天晚上啊，你就住在我的府上歇息，明天我就能让你见到老子先生。多谢司马，多谢司马。与我同行的还有2个人，他们应该去抓另外一个刺客了，不知道抓到没有？现在应该回到客栈了。你们住在哪家客栈呢？城东的益丰客栈。刘志在。明天一早，你派人去益丰客栈，把更桑楚那2个朋友给我请来。诺。多谢司马大人。孟儿子又老实敦厚，朝儿子又乖巧伶俐，怎么大了以后都成了这个样子了？为了争夺世子之位，他2人竟能手足相残。陛下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还不能下结论。这个超儿啊，
潮儿为什么要私自保卫？甘友为什么会杀人灭口？还有，潮儿为什么指使甘友去抓纸荒呢？他是何用意啊？我看啊，他一定是想借此故意放走甘友。哼，寡人一定会查清楚的。若果真如此，绝不饶他。殿下，他们回来了。快，让他们进来。诺。怎么样？回殿下，全办妥了，2个府全烧了。甘有之荒，他们人呢？已安排在景石山驻地。知桥找到没有？还没找到。废！快，连夜派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，不然就出大事。诺。哎呦，这位大人有什么事吗？你们这儿有位叫马童的客人吗？马童，有。给我叫一下。哎，稍等啊。马童客官，马童客官，谁呀？谁呀？哎，那边有人找，好像是官府的人。官府，去看看吧。请问你是从陈国苦驿来的吗？是啊。你们是？耕桑楚，你认识吗？当然认识啊，他是和我们一起的，可是昨天晚上走失了。马童，有耕桑楚的消息了吗？这位是？哦，这位就是童心姑娘吧？哦，我是。耕桑楚他现在司马府，单司马让我来找你们。耕桑楚怎么会在司马府？哦，这个说来话长了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请跟我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大禹生水，水反腐大禹，是以成天；天反腐大禹，是以成地。天道贵弱，绝成者以义生者。伐于强，则于刚。好书，好书啊！想不到，这守藏室内竟有如此奇书。我要在这守藏室中博览天下之典籍，以完善我的大道学说。这是难得的机会啊！高伯早啊，早啊！先生来了吗？5更天就来了，这不，在屋里看竹简呢。行，你忙着，我进去了啊。好，你去吧。
先生早。好，张忠啊，你们来了。哎，今日你们将这几个柜中的书简好好整理一下，记住，要千万小心。诺，先生。先生，单司马府来人了。好，见过先生。单司马请先生今晚过府晚宴，这是请柬。好。好，请转告单司马，李儿今夜准时到。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单琦乃朝中司马，他为何突然请我饮宴？师叔，您刚刚步入仕途，尚不知官场险恶，宫廷无道。您既入周朝，想必不久就会有人来拉拢你，让您入他们的势力范围。您可要小心啊！诺，大人，王妃娘娘，王子伤势如何？王子伤口的毒已排出，现在已无大碍，休养1月左右即可痊愈。唉，不幸中的万幸。既然王子殿下已无大事，我们还是去看一看陛下吧。唉，陛下受惊，我们做臣子的理应前去探望。记住，一定给我好好医治，听见没有？诺。微臣告退。御医怎么样了？天子因惊吓伤心，御寒伤身，应无大碍，服药后需要静养。好，你下去吧。父王，父王，陛下病情怎么样了？父王染病，王兄受伤，真乃国之不幸也。唉，各位，天子养病期间，应推王子中的长者主持朝政，使群臣有主可依，方可解决朝中之事。遵祖制，王子中以嫡为主。都退下吧。诺。单司马，今日宴请是有何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先生莫急，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。
哦，久闻先生盛名，今日善其头一次宴请先生，实乃我善其之幸啊。善其敬先生一尊。请。老子先生，今后你我同朝为官，以后有用得着我善其的地方，你尽管吩咐。啊，多谢司马大人厚爱。李耳乃治学之人，不通为官之道，但我知道，民为官之本。做官之人，只要心里处处想着百姓，那便是百姓心目中的好官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老子先生果然是贤德之人呐。先生，今天我善其请你喝酒，主要是想向先生介绍几位朋友。我想先生你见到这几位朋友，一定会高兴的。朋友？是啊，来人呐！在。快把他们请上来。诺。先生，饮酒。好，请。请。师傅，童心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童心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师傅，先生，马童，这不是耕桑楚吗？啊，正是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童心姐，你们，老子先生，没想到在这里会与你的朋友相见吧？单司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会在您的府上？我得知先生的几位朋友到处在找先生，我就安排人将他们请来，在这里与先生见面。李耳，多谢司马大人。哎，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你乃睿智之人，我善其愿和先生结为好友，与先生共同辅佐周氏。辅佐周氏是每一个臣子应尽的责任。既然司马大人如此诚心，李耳一定和司马大人一起，共同辅佐周氏。殿下，请喝水。喝水？喝什么水啊？啊！我命都快没了，还喝水？滚！给我滚出去！师傅，我们可找到你了。要不是耕桑楚，恐怕就见不到师傅了。是啊，师傅，周烈他派人追杀我们，要不是马童、耕桑楚奋不顾身，连这些牌位也不能幸免，更别说能见到师傅了。
房子乃身外之物，毁掉了还可以重新修建。只要你们没事就好。先生，我耕桑楚，幸蒙恩人指点，才得以走上正途。这次，我与同心马童千里迢迢来到洛邑，就是要拜先生为师，今后跟随先生左右，弘扬大道之学。还望先生成全我。师父，这次多亏耕桑楚大哥提醒，我们才得以全身而退。你就成全他吧。是啊，师父，你就成全耕桑楚大哥吧。好吧，你既走上正道，拜我为师，自今日起，你要一心向善，勤修大道之学，切不可再有贪欲之情，切不可再伤害无辜。您可收我做徒弟了？谢谢先生，不，谢谢师父。师父的话，弟子全都记下了。对了，你的父母现在可好啊？我已经将他们送回晋国老家，他们的身体还算安好。好，那就好。爷爷，父母大人，孩儿不孝。庭阳，你受苦了。多亏同心他们以死相护。但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。过几天，我就去魏国找寻李宗，回来团聚。你们放心，从此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。希望你们能常伴我左右，见证我寻得知识大道。你们都起来吧。师父，您怎么在州都当官了呢？哦，周天子对我的学说甚感兴趣，于是令我做守藏史官。我在州都落脚之后，即派人回乡寻找你们，本是想让你们来洛邑帮我。
原来师傅没有忘记我们呀。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为师怎会忘记呢？对了，师傅，今天我看那单大人有意拉拢我们，却不知为何。还不是因为师傅的名望。哦，没那么简单。经过昨日的风云，皇宫里的争权夺势，你死我活，徒弟也看出一二，全因人性沦丧，心存贪欲所致。童心说得对，朝中之事甚为复杂，只要我们心存坦荡，万事何足惧矣。唉，既然家中一生变故，刚好时下守藏室正缺人手，自明日起，你们就到守藏室帮忙吧。师傅，我看到那么多书简，头都大了。不用你看，会搬就行。嘿，先别小看我马童，我会搬也会看。咱走着瞧。师傅，想什么呢？好，童心啊，这些书简上的内容，上下都连接不上，似乎都少了半步。难道是丢失了？师傅，看了一天了，先别看了，休息休息吧。这藏宫内的典籍都是稀世之宝啊！这可是天下九州万国3000年的珍藏。可是最近我阅读典籍的时候，发现很多都是残缺不全的，这是为何呢？几千年了，或许是破损了，又或许是丢失了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若是破损了，应该留有坏简。可是这些书简，有的只有上部，没有下部；还有的只有下部，没有上部。若是丢失，也不可能丢失得这么整齐啊！师傅，要不我们重新整理整个府藏书简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就是长虹说的千古之谜？千古之谜。先生，藏馆内许多书简都已破损，简柜也缺很多，但是上面拨款仍未下来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该等拨款下来之后再……不行，破损的书简一定要尽快修复，简柜应该马上安置好。拨款何时到达？我们要再想想办法。师傅，师傅，桑主，我在后院找了几只箱子，可以装竹简用。好，你们把箱子整理一下，把书简都放进去，记住，要用布包好。去秦国可是路途遥远呢。先生，我们可能还缺一笔不小的费用，但是这么多钱，应该从哪儿弄啊？需要钱做什么用啊？
修补那些破损的竹简啊。哦，是啊。钱从何来呢？师傅，张大哥，你们先别急，因为我抓刺客有功，陛下派人赐了我一些钱，你们可以拿去用。这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为了保护这些典籍，我出点赏钱又算什么呢？再说，上次抓刺客并非我一人之功啊。张忠啊，耕桑主心诚，就照他的意思办吧。诺，先生。哎，南来的北往的，往这儿瞧，往这儿看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真正的青铜菜刀，往这儿瞧，往这儿看了啊！楚国制造，铜铸锻打，炭火冶炼，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瞧了啊！真正的青铜菜刀喽，不好不要钱喽！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瞧了啊！我这菜刀啊，切菜快，剔肉净，剁骨头都不折，刃儿不卷，咔咔的啊！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瞧喽，往这儿看喽！你这刀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啊？哎，要不这么着，我现场给您试验一下，行不行？看好了啊！哎呦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错，来一把，一把上好的菜刀。给童心姐买把这样的菜刀，她一定会高兴的。5个刀币呀！回去给您老娘买一把，给您的娘子带一把。切菜干什么的，多省事儿啊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卖菜刀来？卖菜刀！卖菜刀！先给我来一把啊！给我来一把，来，来5个刀币。好嘞，5个刀币，5个刀币。来，菜刀给您。哎，卖菜刀了，卖菜刀了！快来看，快来买喽！给童心姐买把这样的刀，她一定会喜欢的。好菜刀哎，都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哎，最后一把了，快来买喽，快来买，最后一把喽！师傅，来尝尝，用酱烧的鸡块。我还是第一次吃到用宝剑斩的酱烧鸡块呢。